大家好，今日2026年3月23號，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上星期就開始召開咗聽證會。委員會嘅代表大律師杜鑑坤發言就提出防火措施有6大缺失，有好幾個部門卸責維修工程承建商、宏業同埋大廈業主法團處理個工程種種嘅一啲嘅疑問。聽證會上星期同埋呢個星期都會陸續傳召一啲證人。宏業董事侯華健同埋另一個董事何建業都有向委員會提交證人陳述書，但係拒絕到場作供。杜鑑坤上個星期五亦都透露，委員會已經向曾經任法團顧問嘅大埔區議員黃碧嬌等人索取資料。香港01向黃碧嬌查詢有冇獲委員會邀請出席作供。黃碧嬌回應話未收到，就話已經委託咗律師處理委員會嘅事。至於如果收到委員會邀請，會唔會現身？只係話回應到此，未有好清楚咁講會定係唔會出席。前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建議就按機制引用調查委員會條例，俾委員會轉為獨立調查委員會，傳召呢2名董事，否則擔心有欠公信力。身兼行會成員嘅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認為，而家將委員會升格時間尚早。佢就話如果書面證供足夠回答委員會心中嘅疑問，就無需要強迫涉事人士親身作供。媒體引述佢講以下嘅一句說話，湯家驊就話好多人出庭都會講假話，如果每個人出庭都誠實，就冇官司啦。佢又認為假如因為少數人唔親身出席聽證會，就要升格成為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做法欠效率。咩叫做少數？點先至叫做少數呢？數目係咪升格考慮嘅一個重要因素或者關鍵因素呢？唔係話應該按證供嘅重要性。如果某人就算係一個人嘅證供係相當重要嘅、相當關鍵嘅，咁係咪其實都應該要強迫佢哋即係出庭講翻佢個說法呢？只講效率，不講效果效能，呢個可能淨係不少人禍嘅根源。委員會早前披露，宏福苑居民曾經質疑業主大會有授權票嘅問題，當日大概只有200人出席，但係開票點出咗570張票。委員會又引述居民投訴，當時有區議員以較申請資助為名，實際上係收授權票。杜鑑坤透露，委員會會探討宏福苑大維修招標程序有否潛在嘅風險、貪污以及可能出現嘅系統問題，包括有冇關聯交易、利益衝突、不當勾結，有冇圍標同埋其他不當行為。宏福嘅宏業呢間公司嘅董事侯華健，另一個董事何建業同埋民建聯黃碧嬌都係宏福苑所謂人禍嘅重要證人。黃碧嬌喺大火之後親自去警務處報案，要求立即立案調查事件係咪涉及現屆法團瀆職、隱瞞安全風險等嚴重罪行，同時又向廉政公署要求立案調查，徹查現屆法團係咪存在貪污瀆職，導致消防設備長期失修多年未被執管。杜鑑坤公開就透露，委員會已經向黃碧嬌索取資料，佢就話未收到回應。呢個一反佢當日主動去警署、去廉政
公署報案嘅做法。嗱，佢作為當時嘅法團顧問，理應主動向獨立委員會交代所知嘅事實。嗱，黃碧嬌近日仲自動當選為民建聯嘅監委會成員。嗱，呢個監委會嘅工作涉及黨嘅內部紀律、財政同埋會務監察等。嗱，佢喺大火事件唔主動接受監察，民建聯唔要求佢主動向呢個委員會交代，所謂避得就避。嗱，呢個唔符合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治港者敢於擔當精神。宏業嘅侯華健同埋何建業拒絕出庭。湯家驊就話暫時無需要將個委員會升格，俾一啲法定權力佢。佢就話如果書面證供足夠回答到委員會嘅一啲疑問，就無需要逼人去啦。咁再提翻佢，傳媒引述佢一句說話，佢話好多人出庭都會講假話，如果每個人出庭都誠實，就冇官司。嗱，湯家驊呢句說話個回應就令人覺得有啲一頭霧水啦。嗱，假如認為出庭會講假話，咁書面證供唔係更加容易作假，作一啲半真半假，甚至淨係講有利自己嘅所謂事實呢？證人出庭喺宣誓之下接受盤問，唔係更加能夠保證所講嘅並無虛言，更加符合公正公義嘅原則咩？事件涉及當事人嘅利益。假如委員會將佢哋嘅書面證供照單全收，唔作當面質疑，提出一啲問題，以確定佢哋所喺書面證供裏邊嘅都係事實嘅全部。委員會同埋杜鑑坤作為代表律師，必須有一個具說服力嘅說法，認為都已經唔使佢哋自作再嚟解答咗佢哋嘅一啲疑問啦。大火之後，罹難者嘅家屬等要求特首李家超成立具法定權力嘅獨立委員會。李家超就要簡化程序、效率等理由拒絕，但同時承諾一查到底、追責到底，會授予委員會備用嘅權力。如果委員會喺審視過程裏邊認為有需要獲得授予嘅法定權力，可以向佢即特首提出，按相關嘅條例俾佢哋一啲權，等委員會成為法定調查委員會，就特定議題行使法定權力。特首咁講，可以預告所有人，任何人嘗試唔配合、唔合作，唔可以，我哋就會行使法定權力。一查到底、追責到底，係咪真正到底？好快咧就會露底，會見到呢個調查遊戲嘅底牌。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拜拜。